我記得啊，橫琴咧10年前咧嗰啲住宅都要賣到成3、4萬蚊一個平方嘅，真係諗唔到啊！依家咧橫琴最低嘅住宅咧竟然出咗嚟啦，28,000幾咧你就可以攞低啦。對面咧就係橫琴口岸個方向啦，屋企一落樓咧就係花海長廊一個濕地公園啊。呢度咧又可以露營啦，相當於樓下咧你就有一個大型嘅公園啦。樓盤咧整體已經落成啦，首期30零個咧就可以攞低一套94平方嘅住宅單位啦，一齊上現場睇睇。我覺得橫琴嘅樓價咧應該係跌到差唔多噶。嗱，呢個發展商咧將樓起好咗先過嚟賣嘅，準現樓嘅狀態啦，樓間距咧亦都十分之闊嘅，有成100米嘅以上啊。今日我哋睇套咧唔係橫琴嘅公寓，係純正70年嘅純住宅啦，產權面積咧係94個平方啊，做咗係雙套間嘅。呢個廚房咧出邊仲有個生活露台嘅。整體依家睇到咧，所有嘢都係交樓標準啦，包括呢啲洗手間啊，同埋啲衛浴，帶埋全屋嘅格力中央冷氣啦，亦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嚟嘅。陽光咧都係曬到入嚟噶啦。咁呢度咧佢係分佈咗左右2間房啦，你同時咧都可以做一個雙套間嘅。房間嘅空間亦都係足夠大，入邊都有個淋浴區嘅。依家首期咧為到30零個咧就可以攞低啦。橫琴70年嘅純住宅，而且咧對面咧就係橫琴嘅口岸啦，開車過去咧講緊都係10零分鐘嘅時間嘅啫。超闊嘅樓間距，樓下咧就係10萬平方嘅一個商業街啦。明年咧將會投入使用嘅。依家呢啲樓咧就全部都起好晒啦，就係到做個內部嘅裝修。OK， 我會一直發順本，直至到屏幕前嘅你哋都擁有為止。Thank you。